今集同大家分享點樣用晚市268蚊呢個震撼價，瘋狂任食牛腹肉同五花腩。除咗燒肉，仲有足足55款以上嘅台式小食、手搖茶同甜品，通通無限追加。到底邊款係必食回本，邊款又係千祈唔好踩雷？即刻帶大家誠實開箱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安平燒肉嘅將軍澳分店食晚餐。佢嘅位置超級方便，喺將軍澳站港鐵商場出口，一上2樓就見到。呢個係佢哋人數座位嘅安排，同埋入座嘅時間，空間都幾闊落。除咗有俾幾個人坐嘅舒適卡位之外，仲有大長台，就算一大班朋友或者同屋企人嚟食都冇問題。佢哋總共有4個套餐可以揀。如果你係酒友，揀和牛或者以上嘅級數，啤酒同雞尾酒係可以任飲㗎。不過今日我哋就試最基本嘅套餐，等大家可以睇清睇楚，到底用最入門嘅價錢可以食到啲咩質素嘅嘢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哋去睇下呢度嘅自助區有啲咩選擇先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自助區有嘅例如沙律、泡菜、台灣腸、甜不辣。自助區仲有大把蔬菜任你揀。自助區仲有得俾你自由組合，招牌櫻花蝦拌飯。首先裝白飯，再淋滷水汁，最後加埋櫻花蝦、香蔥同海苔。呢種台式風味嘅拌飯，用嚟襯燒肉簡直係絕配。而醬汁嘅陣容有超過10款任你揀，有辣有唔辣㗎。而凍飲方面，有各款自家製嘅冷泡茶，仲有各式各樣嘅罐裝同盒裝嘢飲任你拎。熱飲區仲有各式各樣嘅花茶可以沖添。呢度仲有部雪糕機，由自己手動斟嘅，份量完全由你控制。之後記得加埋啲配料，食完燒肉再食返杯雪糕就最啱。我哋今次特登揀星期6晚過嚟，趕喺7點半前埋單，咁就可以用最抵嘅268蚊早鳥價，食足120分鐘，嘆佢哋最基本嘅燒肉套餐。一齊睇下佢個餐單，啲嘢食啱唔啱你？呢個餐牌喺佢哋官網係揾唔到㗎，要入到餐廳用手機掃碼落單先可以睇到全部款式。落咗單之後，食物好快送到，睇下質素如何。首先，試下啲台式小食。個人推介呢4款必食，話梅番茄超開胃，2款鹽酥雞外脆內爆汁，仲有爽脆微辣嘅黃金泡菜。另
另外，梅山酥炸薯，外面酸酸甜甜嘅甘梅粉，配埋軟綿又甜嘅番薯肉，真係超夾。講咗咁多前菜，主角終於登場，即刻睇下呢度嘅燒肉質素過唔過關。我每樣都叫咗啲嚟試下，不過呢度係唔會用個牌寫住係咩肉或者係咩部分嚟㗎，所以有時食食下都真係會分唔清自己食緊邊個部位。由最上面開始嘅係牛腹肉，跟住係五花腩，再到一口牛，跟住呢個係雞腿肉，再到雞爽肉。呢個左邊係鹽燒豬肉，右邊係豬大腸，啲肉質粉嫩油潤，閃閃令好有光澤，一睇就知非常新鮮。雖然話切得有啲薄，但好處就係落網可以快啲燒熟，唔使等咁耐。溫馨提示大家，燒雞肉嗰陣個雞皮會有啲黐網，如果個網燶晒嘅話，隨時可以叫職員幫你換網。個人推介4大必食燒肉：一口牛肉味濃郁，鹽燒豬肉又香又肥美，雞翼啖啖嫩滑。而3杯醬雞爽肉最驚喜，個醬汁同雞肉真係超夾。呢度提供嘅10款醬汁可以幫唔同嘅肉類帶出獨特風味，大家嚟到記得去拎嚟試下啦。仲有，千祈唔好錯過佢哋嘅櫻花蝦拌飯，滷水汁加埋櫻花蝦夠晒野味，飯粒口感都相當唔錯。食完一輪熱氣燒肉，係時候睇下有咩甜品食先。甜品最推介呢款燕窩雪梨蜜，啲雪梨燉到軟綿綿，索晒蜜糖，即刻解渴消滯。雖然揾唔到啲燕窩，但雪耳就燉得好入味，非常滋潤。跟住要試呢個燒布朗尼，外層帶點微脆，入面朱古力味超級濃郁。仲記唔記得之前介紹過嘅雪糕機？今日部機入面嘅係乳酪雪糕，估唔到配埋布朗尼蛋糕一齊食，味道有幾夾喎！總括嚟講，我個人覺得安平燒肉嘅質素非常好，肉類新鮮，最基本嘅套餐選擇已經好多，自助區擺放整齊，乾淨衛生。嘢飲除咗罐裝之外，仲有特色手搖茶同花茶，強烈推介大家過嚟試下。講下今餐食咗幾多錢啦？我哋食最基本嘅燒肉晚餐，食足120分鐘。喺星期六晚過嚟，只要7點半前埋單，就有268蚊位記優惠價啦。我知道淨係話好食係唔夠嘅，仲要同大家分享埋最抵食嘅攻略先得。我哋第一次嚟食，登記做咗會員，咁就可以享用到佢哋50蚊嘅會員迎新優惠券，全單即時再減多50蚊，所以今次我哋計埋加1，埋單總數係540蚊。
人均消費係270蚊，叫做抵咗少少去試下新嘢啦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睇呢類自費食評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讚好、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如果能力許可，歡迎你用超級感謝功能支持我製作更多自費嘅創作。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，我哋下集見啦。